practice. We have been through the rules. Protect yourself and follow my instructions. Okay? Don't grab the fence. No dropping elbow. Okay? Touch your gloves. 我是评论员雨辰，在我身边的是郑文琪老师，欢迎。大家好，这是一场轻量级的排位赛，文森佐是第一次出战50龙中队，而他的对手是18岁的荣主。Judge time. Okay? Round one. 好的，第一回合比赛开始，这是一场轻量级的排位赛，双方的比赛体重是70公斤。这边从块头上来看，文森佐是比对手要粗壮很多。没错，尤其是这个腹肌啊，感觉要炸裂出来的这个样子。对，荣主这边还是要做好自己的防守。没错，而且上来这几拳，前几拳就在我们的正前方，听着也是通通作响啊。对，两人现在这个距离是离得很近。没错，从肌肉维度上看，文森佐的确是要好很多。被对手接腿，是的，顶到龙网边，袭击。裁判提醒不要抓龙网。没错，看得很仔细。是的，刚才应该是个肩顶。两个人继续在龙网边。文森佐是利用自己的力量。然后另外呢，偶尔轻轻的小拉一下龙网。是的，而这边荣主也如法炮制，也是在刚才拉龙网啊。这双方斗得很激烈啊，连踩脚都用上了。这边荣主抢了双腋下了。是的，他拿到腋下之后能不能有所作为？好的，继续顶住，但是一味的这样顶住也没有太大的意义，反而现在腹部露出来了啊！刚才文森佐还是有2个肌腹在，好外顶，有勾腿的机会，摔倒了，好的，摔倒压住。从现在看来，这真是一场硬仗啊！文森佐这边26岁，正值当打之年，从他的身体这个体态就看得出来。是的，已经是完全。长成了一个大块头。而荣主这一边啊，毕竟才18岁嘛，是的，非常年轻。对，身体应该还有成长的空间。没错，两个人在身体的数据上，荣主是高了2公分，但是臂展是一模一样。好，继续看看压制住之后。能不能推开？对，给一些的空间，能打，好的。这样侧位的压制还是比较好，因为荣主现在占优势，他左腿夹住了文森特的右臂啊。对，文森特是把自己的手臂送到对手的没错。那这样的话，相当于他的头部基本上暴露了一大块。这边终于把手抽出来了。就我刚想说，如果要是说能摁住文森特的左臂，那么右手打头就很顺利了啊。好的，现在继续看能不能还是把对方的手臂拉开。好的，连续的击打，打2下之后再把对手给压回去。是的，从现在看来，虽然文森佐的块头很大，但是绝对力量上荣主其实并没有太大劣势啊。毕竟在上位是有压制的这个优势在。好，继续摁住，抽出手来。好的，击腹，摁住对手的头。Watch the back of the head。裁判提醒不能打后脑。是的。好的，击腹漂亮。这发力非常充分啊，在这个位置，这个距离也刚刚好。什么是强有力的地面锤击？就是刚才那样，身体直起来之后，这个发力是非常充分。是的，而且手臂也有非常好的击打空间啊，就能够发上力。继续击腹，空了一个位置。好，看摁住，好的，直起身来又一个击腹，击头。赶快蹬开。这个文森佐也做一做上蹬。老将，哎，也不是个事儿。是的，又一个击腹，刚才直接打住，
漂亮！刚才有一个击打对手躯干，没应该打在肝脏的部位，是的，直接将对手给打停了 KO。的确，刚才的这一个击斧真的是太重了，之后文森佐就再没有还手之力。龙主继续上前齐正位，又给了几个头部的击打，就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。啊，恭喜这位18岁的小将！下面宣布比赛结果：比赛进行到第1局4分33秒，红方 TKO 对手。比赛结果，红方胜。掌声有请颁奖嘉宾，著名慈善家、无限制格斗推广人、恩波格斗创始人恩波先生为获胜方颁奖。谢谢。